没有买地呢，之前这块地现在围起来。实际上也有，租地种1亩几10块就够了吧？租地那便宜哥，确实便宜，最多不过100-200吧。你租个地，他也看地的好坏。交通方便的肯定是贵一些，然后偏僻的地方没有路的那种，得自己修路那种就便宜了。罗家岭是我亲舅舅家，我妈妈娘家。这个就是铁丝网啊，不用那种太细的，那种太贵了划不来。用这个铁丝的话很便宜，100-200块钱就可以围起来了。木头没事，到时候反正只要围一下牛就好了，不影响。对，好多知了叫。对啊，小爱跑了。人家18岁的女孩子在这边的话，种木薯也确实很少。你不要说种木薯了，这边的天气，说实话，这边你就什么都不干，就坐那里坐一天，它都热。你像我们小时候都不想插秧办活，都不想做的，谁想做啊？小时候就想玩，不想干那些，这个正常。年轻人嘛，欢迎华哥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3天，涛哥你能坚持3天没有？坚持半个月。大家说你坚持3天就得跑路了。对，正常。小爱和玛雅是有区别的，玛雅是嫁过来的媳妇，有的时候你不干没办法的。这边的媳妇好多事情都要干，大嫂也是这么过来的，丈母娘也是这么过来的，不一样。老六嫁到人家家里就得勤快了，当媳妇的不一样。看他自己的造化吧。假如嫁个好人家呢，也不用干这些。像大姨子的那个姑娘嘛，她就不用种这些嘛，她家里嫁了个好人家嘛，在这边自己家里条件也好，就不用做这些了。对，小爱这个家不是小爱的，以后知道吧？这是小爱的娘家，她总有出去的那一天。以后的家是属于玛雅的。现在阿坤、阿托两兄弟，他们2个嘛哈。以后都结婚了，肯定会分家的。阿坤的米呀，一般都是给他老婆玛雅管着的。他不一样，性质不一样。围墙边上的房子是我不认识，也是这个村里面的，但是他这个房子荒废了，你看，就这样荒废了，他没人住，可惜了。这个房子比大舅哥的好多了，这房子起码得盖了10几万吧得，门口都贴瓷砖了，里面不知道。你看，还做了这种飘檐啊哈。门口都贴了瓷砖，墙裙都贴了一部分了，然后就荒在这里了。这个房子风水不好，不买，没用。这房子，人家房东住不下去了，才跑路了。这边好多烂尾楼，盖着盖着就是说，不好住了，然后就不盖了。有的是没米的，好多。就像上次我们回家过年的时候，这房子丢在这里，人家就说我们跑路了，盖不起来了。经常有房东他会经常会来看一看，会的。买下来没用啊，我们自己盖多好啊，买它的干嘛？要盖我们自己重新盖呀。我们这么大的地，也让城里面的哥哥姐姐们体验一下这种乡村的气息，知了的叫声，田园气息也挺好。对，上厕所还要出来，没有室内。我们自己的房子有啊，我们自己住的有啊。但是客房的话就没有啊，就主卧，我自己有一个室内卫生间，知道吧？客房的话就公共的，一个厕所你装修一下下来得大几千吧，上万1万块钱要吧？你想一下嘛，少做一个就省1万。说实话，以后我在这里住多久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下面这个地砖是水泥的吗？对，我没关系的，因为他家那个房子也不好住嘛。小小的，结个婚都不行，安排一下给他住一个房间也不影响。这个分得清清楚楚的，挺好。房子拿来住的，也不是拿来卖的。他们住不完，我6、7个房间了。对，不能说给他们，他有的时候就这个不好说，人嘛。这个东西我们都还是懂的。对不对？谢谢小鱼哥哈，谢谢你的大墨镜。
哇，1万人了，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嘛，大家没亮灯牌的亮亮灯牌嘛。这边的人，就是说，他是属于那种西方的那种文化，就说风俗嘛，什么都喜欢 AA 制，什么时候算得清清楚楚，有的时候就这样。有的时候阿托养的鸡嘛，在那个宁古塔，他弟弟想抓一个回去，他说不让，不给他抓，他说不给他吃，他说你也吃你自己买，他不干，他们不懒，懒是不懒，兄弟吃的不给你自己养，所以为什么大嫂养大嫂的鸡，丈母娘养丈母娘的鸡，阿托就养他自己的，阿坤不养你就自己去买，这个不一样，确实他们就是说这样也挺好，所以说你给他们住可以，你不能给他们就说不清楚啊，你住一辈子都可以，对吧？以后我不一定会在这里待多久，可能3年、5年、10年也不一定。我吃肯定不要啊，但是我会给他呀。你像我去宁古塔，有的时候给他呀，给他米呀，这个东西就是说不是买一样的呀。他招待我，我就给他呀，不能让他吃亏呀，毕竟他养一个不容易。说实话，他们自己也吃。阿托是拿来家，然后阿托是拿来家里吃，然后阿坤就没得吃，他一个人躲山里面，他肯定不让。你看平时他一个人守在那里又没收入，只能种点鸡啥的种点木薯。他弟弟呢，有的时候呢就可以，有的时候还可以去打鼓嘛啥的，在这里还能搞点收入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他们所有的种的木薯和那些橡胶，所有的收入都归大舅哥、大嫂2个人管。是这么回事。吃其实也不是我们一个人吃啊，我们去了不都大家吃吗？其实我们来了是给他们提高生活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他们有点那种面瘦肌黄的，现在你看好了，吃了那么多鸡鸭，现在脸也胖了。对，我觉得也挺好，亲兄弟明算账挺好的，一码归一码，毕竟这边收入也少嘛。种的地就是大舅哥统一管理，然后每个人给生活费，是这么回事。所有的事情都得大舅哥提醒给他们安排。让他们自己的话没啥事干，他们就跑去玩了，就这么个性格。对，该帮的会帮，我觉得吧，是的，该帮的会帮。牛是在那里家里面养着，大嫂在那里看着每天。牛也有啊，反正我们买来，我们也不可能去养，也是给他们去放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没空嘛，毕竟他们长期在嘛。谢谢陈哥，欢迎我陈哥。这个老六他干啥呢？我都没注意。那兄弟他说蚊子多，点个蚊香正常。对呀，主卧有卫生间的，这个肯定自己住的地方肯定得设计好一下，说实话。然后其他的公共的就足够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开宾馆也没用，没必要，就自己盖一个那种好一点的房子自己住着，有亲戚朋友来玩啊都可以，这个不影响。常住的话我们也不会常住，我们经常会到处跑嘛，做自媒体嘛，肯定得到处跑一跑，或者回家看看孩子啊什么的嘛。对，一年可能在这里待半年啊，或者是大几个月啊都不一定。这边的天空真的不错，现在太阳落山了，风景挺好的。二兄弟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给他们住也没关系。我对这方面就是说，有空在那里，还不如给人住进去，他帮忙就是照看一下房子，看看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你空在那里嘛，也是浪费，你也租不出去有人住还有人帮你守。说实话，我们的家是在中国，在湖南，在我们醴陵这边，只是说小姨的娘家我们拍视频啊，来这边旅游啊，以后小姨回娘家有自己的房子这个就挺好。你说这么多老窝女婿，
在这边盖房子，而且是在乡下盖房子，到底是盖给谁住的嘛？你说城里的话还好卖，乡下的话盖了基本上没人要。这里好多人卖房子卖不出去，地的话还好卖，人家拿来种地挺好，所以有的时候吧哈，如果说直接给他们盖呀怎么样啊，这样子又不太好，我觉得也确实给他们盖，他们就觉得是自己的，有时候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听啥的，也不好，就给我自己盖，他们可以住，免费住，随便住都可以，这个不影响。反正每天农活呀，只要有事情就帮忙干吧。这边早1个小时，现在才5点半，哥。涛哥抓鸭子还是挺厉害的，还是不错，比我会抓多了。涛哥还不想回去呢，对，才刚来嘛，在干活，反正有的时候没干完的事情啊，都得干活，帮忙。鸡鸭少吃，一个人能增加多少能吃多少啊？我现在对鸡鸭都不是很感兴趣了，说实话，吃太多了。现在吃太多了，都没有啥意思了，不想吃了。我觉得有的时候还不如吃那种原生态的青菜啥的。明天房子，对，明天开工，是的。张哥，国内过去1000多、1500左右，它机票的浮动，这个看你买的那一趟有高有低，大概就是1500左右。对面的房子房东不在，对，他这个荒废了，可惜了，这个房子拿来养猪合适，搞个养殖场，你别说挺好的，这房子养猪是吧？我感觉这个房子如果拿来养猪的话，大舅哥会骂我，他的房子都没那么好。现在晚上有时间就围一下这个围墙。这个房子不是我们地里的，我们围起来隔开，这是别人的地，别人的房子。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滤镜吗？滤镜没有，我看一下是蓝光吗？我看一下是蓝光啊，没错。涛哥有活，有啥活就干啥活，是这么回事的。见事干事，不能白吃白住。咋能这么说呢？你是来做客的，干不干活都有吃有住，开玩笑呢。反正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没带他去玩嘛，就说该帮忙的时候帮忙。涛哥来了，肯定得带他去玩一玩的，到时候。这个是为了防止人家的牛来偷我们的木薯，偷我们的菜吃。我不在做事，我有的时候我也做事啊。我们夫妻分工明确，有的时候怎么说呢？该他干的干。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吗？有事老婆干。我老婆好多事她不让我干。他说我是干大事的人。你像有的时候我还抢着做，煮饭啥的呀。老婆嘛，心疼老公这个正常。对呀，你总得有人直播，有人干活，这个东西不能天天每天干活不直播不拍视频啊。在我老婆眼里没啥是大事，她都是小事。所以她抢着干活。我去买那个青菜。去吧，买点菜啥的，想吃啥他们晚上加餐。小的就围着那个定一下好一点，它到时候中间还会插一点竹子什么的，还要插密一点，这个有点稀。对，还没有出手的机会，是这么说的，没毛病哥。对呀，知了太吵了，过段时间要搞那个搞一个无线麦吧，然后再搞一个那个那啥呢那个散热器，然后才能白天直播。现在这个天气在这边
你不要说出来干活了，哥。这边这个条件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我等一下，我收短一点啊。你就是坐在家里啥也不干，他也出汗，他没用的，太热了。所以为什么这边的人，你问涛哥就知道了。涛哥，你知道这边的生活了吧？涛哥，我算是体验过了。就涛哥一来在这里就不用干什么。就坐在那里，就吃个饭都热得跟什么一样。这边的哥们都穿的比较。谢谢大家的礼物哈，大家没点关注，给要不要点个关注嘛？没亮灯牌的亮亮灯牌嘛。扳直啊，娶个老婆。这个是我搬过，但是好心办坏事，这个东西就以后看他自己的造化吧。有的话该帮忙的会帮忙的，有合适的也会给他留意的。故意去找的话就不太合适。是的，陈磊哥，现在要赶在雨季之前搞好好多东西，就多请2个人。阿托结婚了，他们2个自己的赚钱的就给老婆管了。阿坤跟玛雅打工啊，做什么呀？好赚的钱呢，像我们给的呀，他们2夫妻管了。阿托有的时候就他爹管了，给他们的就是他们自己存着吧。阿托也存了一些钱吧。我们给他们的，他就是给他们，他们给谁我不管，他们给他们了，他们爱咋用咋用，对吧？你就是明天花完吃光用光，我也不管。和相亲的相差甚远。其实他们那个条件，家里条件跟那个女孩子家里条件差不多。女孩子上次那个和阿托还是挺有意思的，那个眼神拉丝。但是呢，人家父母不同意，这边还是很多听父母的，没办法。对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大家。这个是新请来帮忙的，以后我们可能要搞点别的事情啊，然后他们帮忙手工地干活，每天守着干。指望包工头啥的呀，也有的时候拖拖拉拉。这个他们天天守在这里，就基本上不会去玩干什么，天天有的事干，守在这里包吃包住。房子还没做好呢，哥还没做好。欢迎哥哥姐姐们啊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没亮灯牌的点个灯牌嘛，没点关注的这里小心心再点个关注嘛，谢谢大家。涛哥他签证就1个月嘛，可能玩1个月，看一下情况。如果能过泼水节，就带他体验一下泼水节。涛哥人还是不错的，涛哥平时在家里都不干这些活，有的时候不怎么干，干的少。跑到我这里来体验了，干活来了，从来没种过地啊，来了这里就种木薯。有钱了就会懒，也不是吧，看个人吧。看个人，跟个人怎么想。我说人嘛，总得玩点啥，做点啥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闲着嘛，你也无聊，你天天睡觉啊，你也睡不着。对，这是涛哥，涛哥在帮忙干活呢。拉这个铁丝，松开了不？不松啊？不松，松不变样不？不变样，松过来哦，不留，不变。不变。对，涛哥也不是来盖房子，他是初衷就是来玩一下的。然后有能帮得上忙的，肯定就在这里。我们没带他玩的时候，肯定会帮忙，是这样。我们这里安排好，该他带他玩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带他去玩一玩啊，旅游啥的呀。这个得带他去玩一玩嘛，不然白来了。不可能天天待在家嘛。主要是现在事情没安排好，不然带他体验了，去玩了。涛哥也不是老板，他是我堂哥。种木薯的地也是自己买的呀，自己买的。正义哥下次带他去玩一下，要的。上次就是说匆匆忙忙接了个鸡，然后没怎么玩，去逛了一下，吃个饭就来到乡下了。多少人？12000人了。钱哥
你说盖房子吗？盖房子新来了2个。对，请大家帮忙一起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嘛。我们上人没点关注的，没亮灯牌亮亮灯牌嘛，支持支持嘛。对啊，支持一下，对不对？有条件亮亮灯牌呀，没条件点点赞都可以啊，支持支持嘛。对，涛哥不是亲戚，他是堂哥，本家这样的。对，带他去玩别的。可能我看情况，如果安排好的话哈，可能会去一趟泰国，带涛哥体验一下，跟人家拼一下刺刀，让涛哥。对，涛哥是有老婆的人，你们说玩小姑娘啥的，这个就不要说了。涛哥是有2个娃的人，对啊，这个时候才6点钟呢，是的。对啊，有1个小时时差呢。对，涛哥是有老婆的人，我们要理解理解。单身的话，是不是约人家女孩子出来喝8+1啊啥的，这个都可以。涛哥有老婆的人就搞这些就不合适了，对不对？嫂子天天看着我们呢，我们得监督她，也不能让她乱跑，也要对她安全负责。对，包工头来了，来拆模了，今天来了，把模啊那些拆好了。范围的地皮啊，就这么大呢。这个理好的地都是我们的。这里距离大概就是说篮球场50米嘛，到那个房子差不多50-60米，到这里也有50-60米，差不多。很大，这块地很大，不止40米乘40米，这里很大的。反正拿村边上嘛，卖给人家很好的路，因为这个路嘛哈，它比较方便，不用跑很远，又有电。小姨去忙，还没有买呢。我离近一点。2个，我们用手机不会用相机，下次可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技巧，用相机。这是一块整的，然后盖房子是一个地方监工，这个人家来帮忙，不是请他们干活，今天是纯友谊来帮忙。这个东西也没什么技巧，定上就完了，能拦个牛就可以了。41、16，对，3-4亩地差不多。就拿来做农场的，自己种菜啥的。到时候我们如果蔬菜什么的种得好，对不对？到时候让丈母娘或者是阿托阿坤，让他们拔去开拖拉机去菜市场去卖，都可以的。涛哥上火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涛哥他带了很多菊花茶，他说就是因为这边天气太热。到时候得喝菊花茶。绕一圈，他们说嫌麻烦，就这样直接一个钉子就搞定了。到时候哪里不稳的呀哈，再加一点那个树桩就好了。所以欢迎大家，哇，又1万多人了，12000人，大家没点关注，我们点个关注嘛，没亮灯牌的点点关注嘛，亮亮灯牌嘛。是有点松。但是无所谓，拦牛的。你说你就是7个那个围墙的，你也拦不了啥。说实话，人家要进来照样进来，这个拦不了。对，这个是有界碑的，每个柱子啊在哪里啊都有定位的。
不会围人家的，这边的人不会围，是你的他就围自己的，不是我的不要。那个小丫头跑路了，提桶跑路了。拼刺刀，有机会会的，放心吧，看一下吧。涛哥来了，怎么都给他安排一下，不然白来。不能一直让涛哥来干活呀，这样过意不去呀。涛哥是吧？涛哥，奥利，对，请大家帮忙一起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嘛，亮个灯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哥哥姐姐们。什么东西？这个知了叫，晚上有点吵。这边因为是农村，那个知了太多了。哪天我让丈母娘安排一下怎么抓那个知了，她挺会的，她喜欢吃那玩意儿。然后让她拍一期看一下。对啊，都是大家支持我们才有120万粉丝的，会好好的拍的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对，就是抓来吃。其实剪掉是阿白呀，3安，3安，2面了。透明胶带现在好多都出来了，好多地方没水的粘了没用，现在都已经基本上都脱壳了。得怎么找我不知道，他们怎么找，他们有办法的。菜市场有的时候有的卖。出翅膀的也吃。丈母娘只要看见有那个知了飞到家里就抓住，反正一个虫她都也给它油炸一下，不会浪费的。对啊，这边好热的，这边天气的原因，有的时候在家里就嫌冷，来这里的又嫌热。谢谢用户256哥，谢谢哈。对，我也觉得这个竹子上好多叽叽喳喳的。